爸胖去的异地。阿爸问我是啥，我是你的后生啊。阿爸讲伊要转去住德光厝，我讲德光厝已经拆掉去啊啦。阿爸咧找阮兜的古仔，我讲咱兜已经牵水到水啊。阿爸问我是啥，我是你的大汉后生啊。阿爸讲巴肚枵要食饭，我讲你拄才食饱尔。阿爸问我是啥，我是你的后生聪明啊。阿爸问我今仔日哪会无去读册，我即摆休寒啦。阿爸问我是啥，我问